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32章24到32节。旧约圣经创世纪32章24到32节，和合本圣经在41页，其他请看荧幕。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”雅各问他说：“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”那人说：“何必问我的名？”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意思说：“我面对面见了上帝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”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以上。现在请蔡信生牧师来讲道，讲道题目是“你可以不再一样，你可以不再一样”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与每一个人同在，也赐福大家，每一天都靠着神的话重新得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同在，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求你再一次的点亮我们黑暗又不明的路上都有你的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你再一次的让我们谨守遵行你宝贵的话语，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渴慕，因为你都想要不再一样。你认识耶稣之后，你的生命已经有很多的改变，但是你不会以这个做满足，你会继续往前来奔跑。我们也都有很多的等候的经验。我想就像这个选举，很多人努力了一段时间，那就是等待那个结果。我听到好多候选人说，就高兴一天吧，明天就开始工作。你看到很多时间，你开高速公路，或者是我觉得我们桃园的车子有时候上下班是很塞车的，在车阵当中，你还是要慢慢的排队。你去大卖场买了东西结账，你也是要排队等候，有时候你也是要排队等巴士，甚至你的生日，甚至圣诞节到了，很多人会送礼物，你也等着要拆开别人送给你许多精美的礼物。这些都提醒我们，今天是待降节的第一个主日，是带着盼望和期待，你正在等候主的来临。以色列人等候弥赛亚，我们也等候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。待降节也提醒了我们，上帝同样的正在等待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来等待他的爱与赦免，等待我们来看见他的荣耀，他的慈爱的彰显。弟兄姐妹，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吗？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盼望吗？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，那就是改变。不断的成长与改变，你的生命会越来越美好。
你的人生会越来越丰盛。活出属上帝的荣美，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。我认为唯有生命不断的经历奇妙的改变，才是教会存在，也就是你认识耶稣最大的意义。上帝会帮助你来提升你自己，使你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和改变。你要回应神在你生命中的应许和祝福。上帝会带领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生有4个阶段。当你经过这些过程的时候，上帝会让这一切都变得更有意义。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，危机。危机 crisis。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正面对你人生哪样的一个困境，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危机。如果是，那我要恭喜你，因为你的生命将经历改变。上帝已经预备要来提升你的生命了吗？其实你所面对的最大的征战，不是你身体健康的征战，也不是你在工作或财务上遇到的征战。虽然你认为这些是问题，这些带给你很大的挑战和困难，但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征战，不是与其他人的关系，也不是你在职场或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问题。最重要的发生在你跟上帝之间的征战。因为我们不想顺服。刚刚的诗歌很棒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些诗歌感动。因为我们常常想要坐在上帝的宝座上，你想自己做主，你想要拥有掌控权。创世纪32章记载雅各的故事，你看到他发生一件非常不寻常的摔跤，就像在竞技场上，不管是柔道、摔跤这样的一个竞技，或是相扑，最后都是要分出胜负，拼个你死我活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雅各在这场比赛当中，他的对手竟然是上帝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曾想过要试着跟上帝摔跤看看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赢得那样的比赛。但是雅各跟上帝摔跤，创世纪32章24到25节这样说：只留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雅各正准备要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，因为过去那漫长的岁月里面，他用各样的欺骗的手段，偷取了原本属于哥哥的产业、哥哥的名分，所以他很害怕冲突，他一辈子都在逃避。那天晚上，他决定让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女走在他的前面去见哥哥。他还是很诡诈的，他还是怕。只剩下他一个人，他决定在那里等候消息。何西阿书12章第2节到第4节，他必照着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他在母腹中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
壮年的时候又与上帝角力，他与天使角力，并且得胜。他哀哭向他求恩。他在伯特利遇见上帝，上帝在那里对他说话。雅各这个人一辈子都活在征战里面。圣经中描述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，当哥哥以扫出生的时候，雅各是紧紧地抓着他的脚跟不放的走。雅各一生都在跟他的哥哥竞争，他一生都在抓着不放，抓着对他有利的事。但他生命中最大的征战，却竟然发生在跟上帝之间。弟兄姐妹，你现在面对最大的冲突跟问题是什么？无论是什么，你真的愿意顺服上帝去做对的事情吗？你相信上帝会替你解决一切的难题吗？无论是财务，无论你的身体的健康，无论你的人际关系，无论你在职场或在你的学业上面，你是否愿意做出对的选择？你愿意顺服上帝吗？你生命中的问题的根源，就是你正在跟上帝摔跤，而且你想要拥有控制权，所以上帝把你的问题带到了另一个转捩点，而且他允许危机发生在你的身上。真正摔跤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将对手压制在地上，然后宣布你得胜了，让他倒下来，你控制住他，一直到大得声喊：“我放弃了，你赢了。”到底谁在你的生命中做主掌权？谁在你生命中居首位呢？到底是由你做主呢，还是上帝做决定？人都不愿意信任上帝，人都不会主动的想要顺服上帝，人都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决定他自己的一生。大部分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想去面对，去打一场没有把握而且打不赢的仗。C.S. Lewis 他在他的写作里面这样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痛苦是上帝的麦克风，唯有危机临到的时候，上帝才能够得到我们的注意力。但是有麦克风，你听得很清楚。危机就是上帝通过这些痛苦给我们的麦克风，正在大声的提醒你。也唯有危机临到你的时候，上帝才能得到你的注意力。突然之间，好像你被压倒在地上，你被逼得要抬头仰望上帝。这背后是上帝爱你，他动工，他正在你的生命做新的事情，正在掌权。上帝对你的爱远远超过你目前的一切，以及你所能了解，所以他不会让你继续做现在的你。他想要帮助你成长，帮助你突破和改变。他让你可以成为上帝的命定和计划中的你。所以上帝会允许危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跟旁边人说，危机也有转机。来，这是你第一个阶段，危机。人生的第二个阶段，一起说尾声 ，commitment， 尾声。
在生命的过程当中，尾声的阶段，也就是我们需要坚持的一个时候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轻易放弃，不要随便说算了吧。就像我常说 push P-U-S-H push 这个字，英文说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， 这4个字母就放着。你要祷告，一直祷告到事情改变，不要放弃，不要停止。如果你放弃的话，你就会错过上帝的祝福。创世纪32章26节这样说：那人说，天快亮，让我走吧。雅各说，如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经过一夜的角力，雅各知道与他摔跤的对手远比他更有能力，所以只要他不轻易放手，他不松手，他一定可以得到祝福的。上帝可以很轻易的就击倒雅各，可以让比赛立刻结束。但因为上帝要让雅各学习重要的功课，所以允许危机进入他的生命当中。他不会立刻解决这个危机，还允许让这件事酝酿一段时间，让雅各从这当中去学习，并且得到益处。如果你现在你感觉你的财务不佳，你负债累累，那你真的很需要在财务上的神机。我想问你，你是会无缘无故的开始来负债吗？当然不是。你会跌入在债务里面，可能是在你一些过程里面做过几次错误的决定，加上你的支出比你的收入还多吧。你也没有为突发的状况事先做准备和规划，也没有按照圣经理财的原则去生活。如果上帝把你从财务的危机中要拯救出来，但是你却没有学到品格、纪律和管理的功课，我相信没有多久你会再一次陷入同样的模式中，你还是在贫穷和负债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立刻伸手帮助你的原因，因为上帝最想要建立的是你的品格。神最想要改变的雅各是他的品格的问题，他生命里面的问题。所以上帝最想要教你的是尾声。很多人与上帝所赏赐的最美好的祝福常常擦身而过，因为他们太早就放弃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不断的领受祝福，而不住的祷告，不停的祷告吗？长长的祷告。加拉太书6章9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：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如果你现在正面临危机，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，不要软弱，不要逃避，不要气馁。你要坚持下去。在你生命中所发生的问题，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。我们不是这样说吗？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啊！你用很长的时间才惹出这一堆麻烦，不是吗？你生命中有许多根深蒂固的模式，
有很多错误的思想，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你会成为现在这样缺乏安全感的你，是你用很多的时间所造成。上帝能帮助你逐渐的改变，他要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他要调整你的思想和行为，他要医治你过去所受的创伤和痛苦。通常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尾声，你才能够完全的顺服神。我们说第三个阶段，以及说认罪 confession。 在这个阶段，就是你必须要承认问题的发生是在我的身上。有时候我们每次就是怨天尤人，怪天怪地怪谁，就是这不是我的事。你不要再一直怪罪别人了，甚至不要一直在埋怨上帝。你要承认，我才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问题。一直到你认清楚生命中的这个事实，这个现实，你的生命才会改变。当你愿意承认自己就是问题的本身，而且你勇敢的愿意承认你所犯的过犯、错误，你的生命才会有重大的突破。创世纪32章27节，那人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回答：“雅各。”就不发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因为上帝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了。我相信神都认识你，神知道你的名字，为什么还要问一次？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问？这不是因为上帝需要知道，而是雅各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我们会照一个人的特质、外貌去取名字，那就是他最真实的样式，就是他最真实的面貌。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抓。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欺骗者。雅各的一生都活在这个名字的本性里面。他想利用别人，他是一个说谎的人，他从来不肯吃亏，他只想占别人的便宜。他对自己瞎眼的父亲说谎，他侵占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轻易的用红豆汤就换来了。后来他利用岳父和他自己的妻子，你有没有发觉他一生他真的是一个超级有心机的人？当雅各说出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也就是他承认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这就是一个认罪的行为。雅各书第4章第6节这样说：上帝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，那你就不要再找什么样的借口，你不要再把事情自我合理化，不要自我感觉良好，不要再找理由，不要再怪罪其他人。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要这样说：上帝啊，我要向你承认我生命中的软弱、污秽、过犯、不诚实，这就是真实的我。但是我要坦诚的向上帝，也要向别人承认我自己的罪，要承认我的软弱、我的过犯和我品格上面的缺陷，也就是我必须要得到上帝你完全的赦免，我的生命才有办法改变。
上帝不喜欢骄傲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恩典就是改变的力量。阿们。第4个阶段，我们一起说对话 （conversation）。对话就是与上帝面对面。像圣经说，有一天，我们好像照着镜子，我们跟神是面对面。上帝会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新的身份认同，你知道吗？让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样用慈爱和恩典的话来回应雅各的认罪。创世纪32章28节到30节，那个人说：“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”雅各问他说：“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。”那人回答：“为什么问我的名字？”他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于是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做毗努以勒，意思是说，我面对面看见了上帝，我的性命仍然得到保存。这就是转化，这就是改变的开始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注意到2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一起说，得到新的身份认同。弟兄姐妹，最重要、最宝贵的是，你愿意接受耶稣之后，你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。阿们，这就是你的身份，最核心的身份价值。跟旁边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上帝不会再称他为雅各，把他改名为以色列。意思是什么？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以色列意思就是与上帝一同管理。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上帝之子，就是上帝的王子。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吗？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所以你是公主，你是王子。你的身份是有价值，是宝贵的，是特殊的。过去的雅各只想抓，不想放，他只想利用欺骗人。但从今以后，他是以色列，是要与上帝较力并得胜的王子。在你生命中最不想要让别人看到的，你很多内在生命，你情感上的问题，你的不安全感。但是在一切问题的底下，我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。你可以成为上帝计划和命令中要你成为的那个人。不是你现在的样式，而是上帝创造你，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那个你。现在上帝赐给你一个新的身份认同。他说，因为上帝让你成为王子，成为公主，成为神宝贵的儿女。在圣经中，上帝常常帮人改了名字。我们看到亚伯兰，神改名为亚伯拉罕；撒来，神把他改名为撒拉；基法，神把他改名为彼得；扫罗，神改名他为保罗。只要你愿意承认你自己的老我，上帝会赐给你一个新的身份认同，然后你可以得到上帝满满满的祝福。第2点，我们一起说，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我告诉你，就在你承认你自己，愿意完全顺服的那一刻，神给你祝福。如果你要想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就必须勇敢坚定地走过这几个阶段。创世纪32章31节说，雅各经过了毗努以勒的时候，太阳刚刚出来，照在他的身上，他因为大腿的伤，跛脚行走。最后，上帝为了提醒雅各过去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就让雅各瘸了一条腿，
让他在生命中留下了一个缺陷，他没有办法再像过去或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的走路。当你真正遇见上帝的时候，你永远都不会用过去的方法再去走路了，因为当你的生命还没有改变，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遇见上帝。而雅各的瘸腿到底是什么意义呢？一方面让雅各不再继续使用过去逃避的模式，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；另一方面也提醒雅各，他永远没有办法再跑路了，因为他脚现在真的不能用跑。上帝对你的旨意不是要你逃避问题，上帝真正想改变的是你的内在生命和你的品格。瘸腿也提醒了雅各要依靠上帝的方法。你知道大腿是我们身体最大最强也是最有力的肌肉。上帝在雅各最刚强的地方触摸他，要显明他的软弱。就像保罗说，在他的软弱中显明了神的刚强。所以从那一天起，雅各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他必须依靠上帝的大能来生活。当雅各遇见上帝，他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。当他与上帝对话之后，他不再是过去的雅各，生命中过去的垃圾被主清理了。你要记得，你必须依靠上帝的大能，才能奔跑你人生的道路，而不是依靠你自己的能力。当上帝处理你的身份认同的问题，也就是上帝在你生命最深的地方动工了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思想你是谁？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？这会影响到你生命中的一切。如果你认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往往你的言行举止就会符合你自己的形象。你是怎么样看你自己的时候，也会反射到你生命中的一举一动。当上帝帮助你改变你怎样看待你自己的时候，就是上帝在你生命中动了最大的善功。透过上帝天父无条件的爱，你学会用上帝的眼光看待你属灵的光景，这将改变你的人生。如果你想要做出改变，你要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，一定要下定决心。如果耶稣基督可以改变像我这样的一个，你觉得你是一个顽固，你是一个不可理喻，是无可药救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可以带来这么彻底的改变，也没有任何一种心理咨商或治疗法、特效药可以给你这么多的改变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神迹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鼓励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代降节的时候，当我们再次迎接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以前有所不同，你可以改变，你可以拥有不再一样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万物在变，唯有你不变。恳求你让我们愿意因着你，让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翻转和改变，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。将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